唔可以講。我希望有人嚟陪我傾下偈，咁樣啦，冇咁悶啦。我心願家裏的人來看我，我很傷心。我心願啊，最好有一個伴啊。我心願係想出國阿拜坐飛機。如果有機會啊，我想返我嘅家鄉睇下。我心願啊，即刻健康、平安兩樣。佢哋每一個嘅小小嘅心願啊，都對佢哋係一個希望。